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，我係主播林思齊。大家最近睇新聞，應該都會留意到，中國人口連續4年下跌，出生率創76年新低。中國呢個曾經擁有14億人口嘅超級大國，依家正面對緊連續4年人口負增長嘅問題。人口負增長呢個問題唔係普通數字遊戲，呢個意味住我哋熟悉嘅經濟模式、養老體系，甚至係社會結構，都將會面臨前所未有嘅衝擊。有人話呢個係大國空巢，有人話呢個係未富先老。到底真相係點？點解年輕人唔願生小朋友呢？國家未來靠邊個養呢？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深度剖析撕開數據嘅表象，睇清楚中國人口連續4年負增長呢個問題背後嘅真相。大家可能喺新聞度見過人口下跌呢幾個字，但未必感受到當中嘅嚴重性。根據國家統計局嘅數據，中國人口已經連續4年錄得負增長。呢個唔係偶然嘅波動，而係趨勢性嘅逆轉。更得人驚嘅係出生率已經跌到去一個新低嘅水平。具體啲講，2025年嘅出生人口得792萬人。大家對呢個數字可能冇咩概念，冇比較，冇傷害。大家可以睇返2016年全面開放二孩政策嗰年，2016年出生人口係1786萬，短短7年時間，出生人口幾乎腰斬，少咗一半。呢個係咩概念？呢個意味住未來嘅幼兒園、小學將會面臨大規模嘅倒閉潮。呢個意味住20年後進入勞動力市場嘅年輕人將會比依家少一半。我哋跟住睇下總和生育率，即係平均每個婦女要生幾多個小朋友先叫正常。要維持人口世代更替，呢個數字通常要達到2.1，但中國依家嘅數據係幾多呢？大概係1.1左右，甚至更低。呢個水平已經低過以少子化聞名嘅日本，直逼韓國。咩係少子化呢？少子化係指生育率降低，導致幼年人口比例逐漸減少嘅現象。我哋以前成日講人多好辦事，但係依家我哋面對嘅係人少點算好？連續4年下跌，呢個已經唔係一個警號，唔係簡單少生幾個，而係實實在在嘅斷崖式下跌。人口結構嘅改變唔似股市咁大上大落，佢係一種慢變量。但係一旦形成趨勢，就好似一架高速行駛嘅重型貨車，想剎停或者轉彎係極之困難。呢4年嘅下跌，其實係過去幾十年人口政策、社會變遷累積落嚟嘅結果，係一個時代嘅終結，亦係另一個未知時代嘅開始。好啦，咁大家一定會問，點解呢？點解以前啲人窮到冇飯食都要生5、6個，依家生活好咗，反而一個都唔肯生呢？有人話係年輕人自私，有人話係觀念變咗，但我覺得將責任推俾年輕人係唔公平嘅。我哋要睇下年輕人到底依家面對緊咩嘅問題。第一個問題係高房價，呢個已經係老生常談嘅問題，但亦係最痛嘅現實。喺中國1、2線城市，一套樓閒閒地都要幾百萬，甚至過千萬。一個普通打工仔，如果唔靠6個銀包，即係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嘅資助，根本冇可能上車。咁買咗樓之後點呢？每個月嘅人工一大半供咗樓，剩翻嘅錢淨係夠生存，邊度仲有多餘錢養小朋友呢？樓本嚟係用嚟住嘅，依家就變咗最好嘅避孕藥。冇瓦遮頭，何以此身為家？何以繁衍後代呢？第二個問題係高教育成本。以前養細蚊仔最多係添多雙筷，依家養細蚊仔直情係稅鈔機。由幼稚園開始，家長就要幫手爭學位，報興趣班、補習班。雖然國家推行咗雙減政策，即係透過政策規範學校作業量、限制學科類嘅校外補習班等方式，去減輕學生作業負擔同埋減輕學生校外培訓負擔，但家長嘅焦慮冇因為咁而減到，因為喺中國嘅優質教育資源仍然好稀缺，高考依然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，你唔補習人哋補，你唔捲人哋捲。呢種劇烈嘅內卷競爭，令到養育一個小朋友嘅金錢成本同精力成本高到嚇人。好多後生仔女見到自己父母養自己養到咁辛苦，心諗我自己都過得咁辛苦，何必帶多一個生命嚟呢個世界受苦呢？第三個問題係職場與家庭嘅撕裂。
尤其係對女性嚟講，生育往往意味住職業生涯嘅停滯甚至倒退。雖然法律規定女性有產假，但係現實生活中企業始終係要講效益嘅。一個女性懷孕生仔坐月翻嚟之後，個位可能已經俾人頂替咗。加埋依家流行996工作制，即係朝早9點返工，夜晚9點收工，每個禮拜返足6日嘅超長工時制度，年輕人連拍拖瞓覺嘅時間都冇，咁仲邊度有時間生仔湊仔呢？社會配套不足，托兒服務短缺，令到雙職工家庭根本搞唔掂一個 BB。仲有呢，依一代年輕人更加注重自我價值嘅實現，佢哋唔再覺得傳宗接代係必須完成嘅任務。佢哋想活出自己嘅人生。如果生小朋友意味住生活質量嘅大幅下降，意味住要犧牲自己嘅夢想同自由，佢哋會好理性咁選擇唔生或者遲生。更加注重自我價值係好事嚟，呢個係社會進步嘅表現，但亦客觀上導致咗生育率嘅下降。所以唔係年輕人唔想生，係佢哋唔敢生，生唔起。呢個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，係高昂嘅生活成本對生育意願嘅極限擠壓。中國人口連跌4年，呢個絕對唔係過眼雲煙，佢帶嚟嘅影響係全方位、深層次，而且係長遠嘅。我哋可以從經濟、社會、養老呢幾個層面嚟睇。首先係經濟層面，人口紅利消失，轉向人口負債。過去40年，中國經濟嘅騰飛，好大程度上係靠源源不斷嘅廉價勞動力，工廠有大把後生仔女入去做，人工低肯捱苦，令到中國製造橫掃全球。但係依家咧，勞動力供應減少，人工成本自然上升，咁會逼住製造業轉型升級。但係轉型係痛苦嘅，好多低端製造業會搬去東南亞、印度，同時人口減少，意味住消費市場萎縮，人少咗。買樓嘅人少咗，買車嘅人又少咗，對家電日用品嘅需求都會減少，內需拉動經濟嘅難度就會越嚟越大。房地產市場首當其衝，過去嗰種合埋眼買樓都賺嘅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。未來好多3、4線城市可能會出現大量空置房，甚至變成鬼城。其次係養老危機，呢個係最令人擔憂嘅一點。中國面臨嘅係未富先老嘅問題，人口結構變成倒金字塔型，上面係龐大嘅老年人口，下面係越嚟越少嘅年輕人。依家可能係3個後生仔養一個老人，將來可能係1個後生仔養1個，甚至養2個老人。養老金個庫房到時仲夠唔夠分呢？醫療系統承唔承受到呢？呢啲都係好大嘅問題。年輕人嘅社保負擔只會越嚟越重。咁又會進一步壓抑佢哋嘅生育意願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延遲退休咧已經係勢在必行噶啦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。可能要做到70歲甚至更老先有得退休啦。再者係社會創新能力嘅下降，年輕人係社會最活躍、最有創造力嘅群體。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往往會變得保守，缺乏活力。你睇日本就知，雖然社會好穩定，但係成個社會氛圍就好沉悶。新嘅科技、新嘅商業模式好難湧現。中國如果步日本後塵，喺全球科技競爭中可能會處於劣勢。最後城鄉結構同區域發展嘅失衡。大家要知道，中國人口減少唔係平均分布嘅。大城市因為有資源，仲可以吸納外來人口維持繁榮，但農村同中小城市人口流失會更加嚴重。農村空心化，學校合併，醫院關閉。呢啲地方嘅公共服務會因為人少而變得更差，留守老人嘅生活會更加艱難，進而加劇區域之間嘅貧富差距。人口萎縮嘅衝擊係滯後但巨大嘅，我哋依家感受到嘅可能只係微風，但未來10年、20年之後，颶風將會正面吹襲。講咗咁多問題，人口負增長呢個問題係咪就冇得救呢？當然唔係，危機之中往往孕育住轉機。面對人口負增長，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，必須要有建設性嘅應對策略。呢個需要政府、企業、社會同個人一齊努力。第一，必須要真金白銀咁降低生育成本，叫口號係冇用嘅，發補貼先係實際。政府應該加大財政投入，建立生育支持體系，
譬如政府直接派錢，對於二孩、三孩家庭，政府應該按月發放育兒補貼，直到小朋友滿18歲。呢筆錢要多到足以減輕家長嘅負擔，而唔係象徵式嘅幾百蚊。仲有解決住房問題，政府可以推出針對多孩家庭嘅保障性住房，或者提供購房貸款利息補貼，要俾年輕人覺得生仔唔會令佢哋冇屋住，反而可以住得更好。再者，普惠托育，比如大力發展公立托兒所，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。要做到家門口就有托兒所，而且價錢要平，質量要好，咁就可以解決雙職工家庭嘅後顧之憂。第二，要從根本上改變教育生態，教育內卷係最好嘅避孕藥。雖然咁好難，但必須要做。比如均衡教育資源，透過縮小名校同普通學校嘅差距，令到家長唔使為咗學位房爭崩頭。再者，改革考試制度，目的係減少機械式刷題嘅考核，更多關注學生嘅綜合素質。仲有改善職業教育，真正提升職業教育嘅地位同待遇，令到讀技校出嚟一樣可以有體面嘅工作同收入，唔使個個都去擠高考嗰條獨木橋。第三，保障女性權益，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，比如強制父親休育兒假，唔好淨係俾阿媽放假，要強制阿爸都放假，而且要同工同酬。咁樣嘅可以減輕女性嘅負擔，又可以減少企業對女性嘅就業歧視。再者，政府應該提供企業稅收優惠，對於僱傭育齡女性多嘅企業，政府應該給予稅收減免，由國家嚟承擔部分生育成本，而唔係等企業獨自承擔。第四，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。既然人少咗，我哋就要提升每個人嘅質量，比如提升勞動生產率，大力發展人工智能、自動化技術，用機械人嚟填補勞動力缺口。呢個係未來嘅大趨勢，亦係中國製造業升級嘅必經之路。仲有，政府應該提供終身教育，透過建立完善嘅職業培訓體系，令到勞動者可以不斷更新技能，適應新時代嘅需求。人雖然少咗，但如果每個人嘅創造價值能力高咗，經濟總量依然可以保持增長。中國人口連跌4年，出生率新低，呢個確實係一個嚴峻嘅挑戰。我哋冇辦法令時光倒流，亦好難喺短期內扭轉人口下跌嘅趨勢。呢個係發達國家發展嘅普遍規律，中國亦不能幸免。但我哋唔需要過度悲觀。人口減少，某程度上亦係人均資源佔有量嘅增加。如果我哋應對得當，其實可以係一個倒逼轉型嘅契機嚟嘅。對於國家嚟講，呢個係一場關於制度改革同科技創新嘅大考；對於我哋個人嚟講，呢個係一個重新審視生活方式嘅機會。我哋要學識喺一個變老同變小嘅社會入邊揾到自己嘅位置，或者係未來，我哋唔再追求人口數量嘅世界第一，而係追求生活質量嘅世界領先。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係主播林思齊，我哋下期再見。